去的不走吧？现在去呢，现在那什么一个知道的，对吗？你考完不啦？我加个门吧。这个。哎，别看他走啊！哎，别看他，没事，那到别地走到了。现在有转悠了，没急，说到。这家伙接待一下我的。看么？看啊！说了，是屁啊！谁等了？打波忙没有？那这了你们这么好嘞？哎，所以要背了过来背，当的嘛。没说啊，来了，找人。狗呢？说哪个？怎么来了？咱们找他们的说没专业，没得说你啊。一会儿抓大哎，你怎么？再练几三这不啦？我是那个。废了！啊，等我。晒哦。啊，那么笨了！我讲究，我叫来，走着。大姐，我不要搞了。弟弟，好好讲，女。叫来啊！咱这在小区啊！漂亮！我这说了很闹，直接母了，这只有母了，都都狗嘞。啊，踢板！说到头了。啊，公鸡母鸡哪来人？公我来啊！哎呀妈，这那边给你了。我都要嘞。我。
哎呦！啊，对面半个，接到的，接到，慢慢的倒台啊！原来。你咋不护着大手指？